这个武汉肺炎，嘛要真注意流行感冒。顶礼拜流感并发到重症的患者增加6个，有12个人死亡，其中有11个无注意放射。好消息是，疾管署来宣布，国内流感的疫情提早来脱离到流行期。 拍甲像，若无挂嘴烟，万一若有流行感冒，安尼病毒就像安尼传出去。顶礼拜全台湾有6个人得了流行感冒，搁引起重症，有12人和流行感冒病毒夺走性命。跟流感相关的死亡个案有12例，那这12例呢，最年轻的是28岁。 死亡的12个流行感冒患者，其中有11个无注流行感冒的社，也过疾管署观察讲，大部分的民众拢有注。 虽然我们比较晚打，但是可能一开始也有一些民众也得了，好，再加上后续600万剂都有打，那所以那个保护力其实在到了高峰之后就一直往下了哈，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整个我想会为什么这个流感季目前的疫情比较低的原因。 大家真踊跃地注意放射，加上武汉肺炎，民众较常洗手、挂嘴烟，搁较少去公共场所，连带减少流行感冒病毒的传播。好消息是，政府扩大公费克流感适用范围，即马有发烧，同时嘛有亲戚朋友出现类流感的症头，也是经过医生评估符合流行感冒诊断的患者，3月31进前拢有使得到公费克流感，希望讲会使减少重症死亡的几率，嘛会使缩短流行感冒的传染期。